好，今仔日是11月30，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透早拜票，影响市场出入，造成民怨。那韩国瑜是回应头屋沙石这站台，讲伊若歪歌互人歪到死。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李明基涉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互侵罪国安局逮捕。英国伦敦桥发生亚洲台人造成2死，英国大选维安全面升级。屏东枋寮乡的乡政顾问李明基，伫今年8月份去香港旅游，入境中国了后，却联络袂到人。中国的国台办是证实，李明基已经互人抓起来。根据中国媒体《南方日报》今仔日的报道，李明基是因为涉嫌替境外试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互侵罪的国安局依法逮捕。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李明基是台独组织的重要分子，伫8月份去香港参加支持反中乱港的活动，入港试探军事机密。目前这个案件是当咧审理。不过，咱的陆委会嘛表示，到打中国拢也未通报，讲要限制李明基的人身自由，呼吁中国就要保障伊拍官司的权益。陆委会嘛讲，会继续注意这个案件的发展，提供家属必要协助。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总统蔡英文下晡到新竹府选，提出后一个4年有3大目标。除了要拼经济，佮强调台湾无可能会接受一国两制的主张。透早蔡英文嘛去台北的传统市场陪立委的参选人拜票，不过因为维安人员加上卖菜的人，甲市场的动线拢塌掉咧，嘛引起支持者和民众冤家。台湾要赢！由当值立委参选人陈鴻輝的手做成画口号，總統蔡英文30下晝到新竹市府選，展現林野自中央到地方的團結力量。伊也講到後一個4年3大目標，無可能接受一國兩制。第一個目標，我們的經濟要更亮眼；我們第2個目標就是要照顧要更周全；我們第3個目標就是台灣要更安全。任何企圖引導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主張，答案只有3個字：不可能。八六拼府選，蔡英文早起時先到台北市南京公園市場，陪當值立委參選人吳怡農可惜化掃街。這是蔡英文宣布參選了第一遍到台北市的菜市仔拜票，對國民黨反制反新逃法提出反併吞中華民國法草案，伊講這正明顯是政治操作。提出來的時機跟它的內容啊，感覺是政治操作的意向啊，跟意圖啊非常的明顯啊。看這個法案的內容，好像感覺是說以後連台灣2個字都不太能夠講了。因為掃街拜票時陣有維安人員，如果是假日，所以菜市仔人真多，就支持者甲民眾冤家。狗屁啊！他媽！民眾講每一個菜路攏被擋掉的，蔡英文講後會會改善。在掃街的過程中，民眾確實很熱情哦。那也讓這個整個菜市場哦顯得有一些擁擠哦。那我們也希望說下次我們再有機會的話，我們會把它處理得更好一點。另外，也對手韓國瑜講，若選調總統要廢除年改，蔡英文講年改方案已經是社會共識。若隨便講要廢除，所無提負責任的財務規劃，即互這個議題佫發生爭議。選舉就要到啊！大家攏拼全力佇咧4月有票。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針對這幾天時代力量立委吳國昌佇亞講因丈人家族頭屋沙石這件代誌，韓國瑜今仔日是親身回應，伊講若證件有查到不法，建議吳國昌去地檢署甲告，伊若真是有歪歌，就會放棄假釋，互人關到死。我們希望明年開始。全面的補助身心障礙者國民年金的保險費，全面補助好嗎？在全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論壇頂，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加副市長選前黨主席吳敦義，除了請教問題，也推出政治古巴被搶選票。我們接下來到投票日之前，我們會各處傾聽，把我們的政策從不到100分弄成幾乎是100分。驗過時代力量的立委吳國昌。在表出頭屋沙石的議題了後，30下晝，如果提出1997年的協調會議記錄，
也有2002年的经济部公文顶资料，讲韩国瑜参加沙石厂的协调，沙石厂也果是违法开发。1999年到2002年，请问这段时间你是合法占用吗？如果是的话，不会被裁罚。2002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他们有合法占用的权源吗？国有财产署说没有，那个时候那一块属于他们所管理的国有地。西罗镇长有这个需求，我们几位立法委员来协助他开这个公听会，一切都经得起检验。另外，在这里郑重的呼吁黄国昌立法委员，韩国瑜有不法，欢迎按铃申告。韩国瑜如果贪污，我本人会放弃假释，把我关到死。进前拢是警察办公室回应，韩国瑜这边是亲自说明，讲在立顶上的公文内面，立委唔难伊一个，顶顶有需求，几多位立委协助开公听会，会当互外界检验。也讲对家己的文政风格加人格有信心，一切拢是为公部门服务。讲不过将会当去地检署按铃改过，莫一直在放消息，要影响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再将真案的苗栗县府传出公务人员集体诈领车理费，就有议员讲，苗栗县政府地政处有地政事务所的员工无出差，需要是请车理费。伫逐个月呢是平均领3届，总共是1200块。这件代志苗栗县府讲唔知影，不过会阁查清楚。苗栗县议会内底炮声隆隆，县府主计处甲地政处长徛伫台顶闭门甲讲袂出话。原来是有议员指出，苗栗县府各地政事务所有员工无出差，说照领差旅费。有签合，那并且有职务代理人主管也签合，对面的地政事务所应该也知情，但是这个应该要出差的同仁，从他应该要出差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步都没有离他的位置。议员郑文旭提出报表指出，这就基然当然投诉，虽然报表上拢有填写签约主任甲职务代理人，不过要出差的同仁，所谓早起8点到下晡5点，拢伫踮伫办公室内底，而出差的理由拢是办理土地登记以及其他相关业务，每个月平均会使领3次，大约1200块。县长徐耀昌嘛出面讲话。政府查了这个市政以后，那就送这个技术。根据爆料，苗栗县府地政处各地政事务所长期拢有安尼状况，而这个爆料的员工因为无愿意配合而被排挤。县府地政处表示，初步了解是少数员工的个人行为。就是那个政风查的结果，我们配合调查。那是每个的那个地政事务所都有员工这样吗？应该不至于。苗栗县府表示，目前已经送予政府单位进行比对员工的税处以及出差报表。而苗栗县本身的财源就无真好啊，现在佫传出诈领差旅费，嘛引起不少的争议。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已经流标700个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山门上菜工程，总算伫咧11月底动工。文化部的文资局以科学的方式来分析，佮用传统的工法修复，未来希望会当加做彰化县文化资产彩绘修复的示范点。鹿港龙山寺的山门已经架好严格，刷落来会进行长达330天的修拆修复工程，会使看到木造的结构已经严重落差，甚至是壁化。庙方甲县府拢认为早就应该进行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工程煞已经流标7届，好不容易才伫咧11月底动工。咱106年这条经费都已经互咱了，但是呢，县政府经过7届的流标吼，那到了108年回避九年了以后，我们积极的邀请了专家学者以及我们文化部做了部分的这个修正哦。彰化县府表示，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起伫咧1776年，有台湾紫禁城的称号，是台湾5座知名龙山寺中保存上完整、规模嘛是上大的。但是2015年完成的两边回廊修复了后，各界对于条外修复结果出现批评的声音，所以山门的修拆工程才会一直拢无修复团队愿意投标。这个山吼，经过咱年久月深的这个登记的这个铺设伫伫外口吼，可能也袂当去拖落去吼。我想经过咱真严谨的这个科学性的分析吼，我想这是咱头一届用这个上严谨的这个科学方式来做这个工课吼，我想大家会当放心吼。
文化部文资局强调，伫咧山门研究调查期间，就已经派专业的团队进行保存、强化，也有图定点工作，嘛以科技的仪器进行长期性的科学分析，也有色彩测试，会用传统的工法来修复。龙山市伫咧陆续修复了后，嘛会成为中华县文化资产采画修复的示范点。记者中华综合报道。二摇是台湾的特有种。不过，因为这二摇是真高工，佮爱开真侪时间，这几档的介绍嘛起真侪。市面上佮有出现假的二摇，为着要让民众了解二摇，顶部伫咧新店就办一场千人洗二摇的活动，要教民众安怎分别真假二摇。双手不停地在桶仔内底摇，过无偌久，二摇就安尼豆豆出现在面头前。二摇的产期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二摇大出的时阵是在逐年的年底。30号在新德关新埔举办一场二摇推广的活动，总吸引了9000人来到现场做伙洗二摇。好不好玩？是很好玩，快点。摸起来什么感觉？滑滑的啊，滑滑的。我们在都市生活，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参与这类的活动，然后只知道吃爱玉，可是不晓得爱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爱玉以前都是在比较高山都比较一些放任的种植。那这一次能够把它引到平地来其实它的成长一样的好，尤其这样也不会破坏一些水土，而且也更容易去管理。主办单位表示，目前市面上有做侪假的二摇，慢慢分辨出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有秘诀的。当这个爱玉放到水中的时候，很快就会沉到底部去。那我们天然的爱玉在放到水里面的时候，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所以说这基本上可以来区分真假爱玉。活动现场除了有洗二摇以外，还有深度的导览活动，让民众会使了解安怎看出二摇是公还是母的，嘛让民众体验迷人的客家农村风情，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中市有不少大车路和巷仔的交车路口，因为视线看袂到，才发生意外。所以台中市的交通局就按算要设红外线的感应灯号，若有车通过这感应器，路口的灯就会倒，提醒司机速度就要放较慢的。交通局嘛表示，按这个系统只要5万块，目前伫咧大安区和丰原拢有一大路口试办。开车为巷仔准备挖到主干道，驾驶除了放慢速度，更较爱提高警觉，因为就算是车已经开到巷仔口，视线死角也是无法度看清主干道的倒正边来车。因为路口本来就很小，然后一个 T 字形路口障壁物又多，那我们现在出去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外面大马路上的来车状况。这是台中丰原的丰江路318巷仔口，外口是主要干道，都是丰江路。虽然是巷仔口，也毋过进出的车流量大。当地居民讲，这发生交通意外非常急。这边拢无机好过啊！你8点上班时间，大家拢要抢时间要撞过啊！一撮人旁大家都要撞，撞无过就浪落啊咩！当地居民讲，因为这挖建筑体区加上过度适合，正在进行补强，加风潭段延伸工程尖峰时间车流量大，大约每个月有5-6件的大小意外。市府交通局伫这设置了智慧型红外线监测护地，离峰时段干道下长时间的青灯。若讲有汽机车经过红外线监测区，感应车辆了后，就会启动主线道的红青灯。把这个支线的资讯赶快提供给干线。只是提供资讯，增强警示作用。那在路权来讲，支线还是要让干净。交通局目前伫台中有6000多个路口交通护地，设置除了需要考虑交通流量，每一个路口都要开30万的预算。这套系统只有5万的预算，透过联动护地，唔但会当互干道车速减慢，也互巷仔车辆会当安全转入主线，减低意外发生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的消息。英国阁发生恐怖攻击，当地时间29，伦敦桥发生夜倒杀人的案件，一个要犯重罪前科犯伫咧伦敦桥顶攻击人，上无有2个人死，3个人受伤，嫌犯嘛已经当场互警察弹死。英国首相Johnson就讲，无应该互犯重罪的人提早放出来。因为英国伫咧12月就要举行大选，阁要办北约的峰会，维安嘛已经全面升级。这件夜倒杀人的案件发生在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9下昼2点多，有一个穿着加炸弹甲的查甫人伫伦敦桥顶夜倒杀人。
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警方伫接到报案了，随甲现场封锁。虽然嫌犯身躯顶穿着炸弹架，但过疑犯和几多名热心的民众压制掉。嫌犯尾下也和警方开枪拍死。伦敦市长讲，这是一件恐怖主义事件，初步看起来是无其他强犯，同时也对压制嫌犯的民众表示敬意。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recognise that this was one individual and that there was huge bravery from members of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e first responder. 英国警方讲，被警方开枪拍死嫌犯是28岁乌斯曼坎恩。2002年被犯恐怖相关行为，立即加监服刑。2018年12月假释出监。在犯案进前，正伫咧伦敦桥北边嘅希林市场附近接受受刑人矫正嘅相关活动，验过敢若是个人冤家相拍，一路拍到桥顶。警方赶到现场了，随用大货车甲桥面挡掉的，开始围捕掠人，同时也甲附近的民众疏散。在代志发生了，英国首相强生也随伫咧官舍召开俗称目镜蛇会议的内阁紧急应变小组会议。强生除了感谢警民英勇的表现以外，也强调无应该和被犯恐怖行为的嫌犯提早出监。伦敦桥伫2007年6月也捌发生过恐怖攻击事件，迄当阵3名嫌犯开车冲撞行伫咧桥顶的一般民众，造成8个人死亡，48人受伤。伦敦市府伫11月初4才调降国家恐怖警戒战绩到2014年以来上低。伦敦所在内要主办8月峰会，还有12月12日国会大选，因此这件杀人事件发生了后，维安改变是再一遍升级。记者综合报道。伊拉克反政府抗争已经要2个月，情势失控，目前有400人死亡，超过8,000人受伤。因为国内宗教头人嘛公开施压，联合国表达关切。总理马蒂总算伫咧29宣布，愿意要落台，打算甲国会请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大批民众唱歌跳舞，庆祝总理马蒂伫经过将近2个月反政府抗争了后，总算愿意请示。也毋过有一寡人认为，只有马蒂一个人落台也不够。كلها تنتهي الحكومه منها قالت الحكومه باكمله كلهم مسؤولين عن سفك الدماء الطاحت 伊拉克民众会这样受气，都是因为这波反政府抗争自10月7日开始，马蒂政府动用电报警察，甚至自击手对民众使用武力，至少已经造成354人死亡，超过8,000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今下29号迄天，就有21人遭到政府镇压身亡，另外90人受伤。那是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对伊拉克政府使用极端射击民众表达关切。伊拉克什叶派相关领袖西斯塔尼29号也总算公开表态支持民众有示威的权利，同时呼吁换政府，这也是马蒂最后决定请示的重要原因之一。تؤكد مرة أخرى على حرمة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المتظاهرين السلميين。伊拉克这波反政府示威上重要诉求，就是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打击政府贪腐，并且改善国内公共设施。同时也指控伊朗一直想要插伊拉克国内事务，制造动乱。大批民众更加一度攻击伊朗的大使馆。马蒂的声明无明确指出什么时阵落台，也毋过伊拉克国会12月初1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马蒂的事情，甲当前的国内乱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常常发生外送员车祸的事故。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统计，最近这2个月车祸受伤就超过200人。有外送员就讲，这个工课就爱限时间走小肉；，阁有外送员讲，惊人客催单，所以才会行紧拼速度。事务外送员骑奥多摆伫台北市单向道南洋街违规反向驶，也无讲食饭时间就外送员伫咧路来来回回，附近的民众也感觉因骑真紧。会，就感觉好像。就是很有可能会被撞到的。外送员常常违规，加发生交通意外。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统计10月初1到11月20，最近2个月以来，外送员发生的事故件数183件，其中受伤的202人，有130人是外送员，共要到70%。死亡人数1人，就是上次连假发生的迄件外送员死亡车祸。
外送平台总共有发生183件，那造成外送员自身1人死亡以及130人受伤。那年龄层的话，大概就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居多。交警大队统计事故原因前5名分别是无注意前车状况、无依照规定让车、超速失控、变化车道或者是方向不当、无依照规定减速。平均大概20到30分钟一单，想要多跑一点，因为我们不是算时间的哦，我们是跟时间在赛跑嘛。都是客人的关系，如果他会用负评来威胁，对啊，如果我们负评太多的话，会被停权。美食外送业者讲，并无要求外送员抢件。不过台北市外送员讲，人家拿催单会影响人的评价。有对业者提出自律公约的台湾协助及共享经济协会呼吁，美食平台甲消费者莫甲压力加伫咧外送员的身躯顶，就要互外送员有够的空间做反应。就一未加入自律公约的会员平台 Foodpanda， 是不是愿意签？协会讲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产车的市占率每3个月就减5%。国内汽车业者就希望政府会当修法降税。虽望这法案已经送入法院，不过想要伫咧本会期完成三读是真无可能。国产车的业者嘛表示，若修法未赴完成三读，就会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这台日本进口的旅行车伫各大进口车品牌销售排行占第1，成了卖上好的车款。近来国产车甲进口车市占率，今年8月出现死亡交叉，进口车以53.9%市占率压过国产车46.1%，而且已经连续3个月进口车市占率拢过半，等于是国产车每3个月市占率就少了5%。应该差不多啦，差不了多少。当然是进口比较好啊，日本怪啊 ，CP 值比较高。因为它这一台进口也比较平价，它坐起来会比较稳，比较舒适。国产车销量明显落波，国产车业者希望调降9项关键汽车零组件进口关税，抢救台湾的汽车业，包括进口烟领税率为17.5%降为10%，气缸为原先的11.5%降为5%，内燃活塞烟领零件、烟领传动笛、车辆齿轮等税率为15%降为0。希望后礼拜3财委会完成初审，并欢迎这个会期会当过关。也毋过业者认为，希望哪来哪说。我看现在有关于政府部门对这样子的冷处理的态度，好像不是很乐观的。我们会跟其他的所有的劳工组织一起联合，对我们的执政党部分来做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些反应跟诉求。国产汽车业者支持政府无重视产业危机，强调若讲法案无法度如期通过，将动员产业工会所有的会员抗议。也毋过，地前行政院表示，调降税率需要进一步研商，一旦降税，也需要回馈消费者。新车售价会直降，若无干那降税，对国产车的销量无帮助，颠倒会互批评，道理厂商。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自7月份开台到今，为着要收集民众对台语台的意见，特别伫咧宜兰、高雄、彰化、澎湖、台北办地桌开讲，邀请民众对母语推广、电视内容、行销宣传这个面向提出看法和建议，咱做伙来看。大家为做一连先自我介绍，在咧道长的带领之下，分享对公司台语台的期待。公司台语台开台到今5个月啊，为着让民众有机会参与台语台的发展，公司台语台特别举办地桌开讲的活动，这就那亲像是公民加闭馆的概念，让民众会使自由分享交换意见。地桌开讲，敢若听这个名就足趣味的啊！一个电视台伊所要照顾的方面拢爱真济吼，爱真周全，爱真多元安尼吼。所以借着即个地桌开讲，阮会使听到各个阶层各个无共款的公民团体因的意见。按10月份开始，伫咧北中南东也有离岛地区，总共举办5场的地桌开讲活动，为宣传行销、节目内容，也有台语文推广等等5个方面，要来收集民众的意见。我感觉就是迄节目的制作吼，爱针对少年人，因为咱像我这辈40-50岁左右啊，真好讲。毋过即马主要要救起来是迄个20-30岁，我感觉即个阶层的吼，爱先甲救起来。这5场落来吼，各地想法拢无共款，但是阮爱甲伊拢收集起来，就爱甲伊分析，才阁甲即个方向
搁找出来。各地配点心，大家一路来表达因对台湾头一个全台语电视台的愿望，也希望公司台语台的未来，在咧更较侪民众的支持之下，开枝散叶。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北部地区17度到25度，中部地区18度到27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离岛地区17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